这个男人为了营救心爱的女人，被一同锁在了货车柜中。危急关头，三人合力踹开车门，将混混制服塞进车厢。这边的混混们正在挖坑，却不料秀月驾着货车冲来，疯狂地将混混们都撞进巨坑。吴巡警和在善带着警察赶来，将混混们都逮捕归案。西迁调查到药品来源是俄罗斯，在都议员的照片中发现了这个可疑的身影，正是社长的助手安德烈。吴巡警也认出逮捕都议员的时候，他也在场，猜测他就是金组长的新搭档。秀月找到凶手，劝说他指认犯人，告诫他已经沦为弃子，只是被金组长利用罢了，不如趁这个机会摆他一道。凶手也放弃了挣扎，指向了照片中的安德烈。次日，众人分头寻找线索。西迁发现都议员曾卖掉他妻子名下的一家快递公司。秀月与 K 前去调查的路上，遇到一辆快递车，秀月发现那个司机就是安德烈的手下，立马追了上去。在仓库发现了安德烈的身影，秀月差点被手下发现， K 带着他躲进了车厢。快递员将车门关上，驾车离开。秀月再次被锁在车厢。西迁来到一家糖果店，向店员询问是否见过照片中的人，而社长就坐在角落注视着他。这两个男人被关在狭小的车厢里，高温的状态下 K 已经口渴难耐，而秀月此时膀胱都要憋炸了。 K 在箱子里找到了水，不顾秀月的恳求，一饮而尽。秀月只能无奈地用空瓶解决困境。这时货车停下卸货，秀月准备趁机离开， K 却在箱子中发现了大量药品。眼见快递员就要回来，秀月只能再次躲回车厢，拆开箱子，在里面发现了大量药品。秀月带着警员们前来抓捕毒贩。安德烈在混战中趁乱离开，被在善发现。安德烈将电话卡吞下，两人随即展开一番激烈缠斗。眼看安德烈落入下风，他突然掏出匕首刺向了在善。安德烈欲给他最后一击，秀月赶到一脚踹飞了他。看着好友负伤，秀月悲愤交加，安德烈却突然缴械投降。审讯室中，秀月想要查出真正的幕后黑手，但对方却始终一言不发，并开始用手铐自残。秀月立马阻止他。金组长从厅长那得到了授权，将由缉毒组负责审讯，随即吩咐手下强行带走了安德烈。面对秀月的怒火，还不断出言挑衅。金组长收到社长寄来的包裹，两人秘密会面。金组长认为他弃车保帅的做法很对，劝说他这段时间低调一点。社长却不打算善罢甘休，威胁金组长去抢来警方扣押的货物。吴巡警看着受伤的在善，忍不住掉泪。在善的妻子看到这一幕，调侃他俩好似甜蜜小情侣。在善妻子遇到来探视的秀月，秀月本想开溜，却被他叫住，默默承受斥责。原来他们是高中同学，也是秀月促成两人相亲。在善妻子看着他认真的模样，也不和他开玩笑了，让他不必担心。算命的可是说在善能长命100岁的。在善看到秀月前来，立马装可怜。吴巡警对他的反差行为一头雾水。秀月连连道歉，在善也将近来的委屈倾诉，认为秀月似乎不需要他了，才会选择独自面对危险，鼓励秀月一定要抓住金组长，为他报仇。缉毒部组长竟监守自盗，买通了守卫，将警方扣押的药品都偷走了。西迁发现了他的行动，致电秀月准备前去查看。秀月叮嘱他不要轻举妄动，他会马上赶过去。但西迁眼看金组长要跑，只能持枪拦截他们。金组长拿过小启的枪，却反倒挟持了小启，威胁西迁放下枪。西迁无奈放下枪，金组长欲将他灭口。秀月赶到这里，金组长立马驾车逃离了现场。秀月一路追击，还是被他逃脱。金组长来到交易地点，毒贩拿到货品，准备按照社长的指示将他灭口。金组长早就料到了，拿出汽油点燃了药品。警方也赶到了这里。金组长逃到了卓警官遇害的地方，埋伏在暗处开枪将秀月击倒。准备离开时，秀月一个飞身扑倒他。原来胆小的秀月早就穿上了防弹衣，两人一番打斗，金组长不敌，被秀月暴打。金组长拿着枪对着秀月，关键时刻西迁赶到开枪击中了他。眼见金组长即将坠楼，秀月及时抓住了他，西迁也协助营救。随着背包扯开，金钱洒落，金组长彻底崩溃。他背弃组员杀害同僚换来的，不过是一场空罢了。金组长也被逮捕归案。事情终于告一段落，洗脱冤屈的西迁在秀月怀中委屈痛哭。秀月送西迁回家，西迁提出帮秀月处理伤口，让他上去坐一会。秀月进去后，轻车熟路地帮西迁换灯泡。看到杂乱不堪的房间，一边吐槽一边默默收拾。西迁给秀月贴好创可贴，秀月突然一把抓住了西迁，两人缠绵拥吻。罪犯都已逮捕归案，秀月却说还差一个人，将证件交给局长，认为他做过伪证影响调查，也需要受到处罚。但生活还得继续，秀月妈记忆力越来越差，忘关水龙头，导致渗水需要赔偿2000万。秀月只能再次找到局长，恳求他再给自己一次机会。局长早就猜到这个结果，将证件交还给他。秀月抱着局长喜极而泣。局长虽然帮他说了好话，但秀月还是需要接受心理治疗，确认状态能否正常工作才能重回岗位。而这位和警局合作的心理医生，任职的地方恰好是之前 K 捐款的儿童保护所。
社长依旧雷厉风行，对弄丢货又丢了钱的混混痛下杀手。安德烈也将押送车的警员杀害，逃了出去。秀月如约来到接受心理治疗，医生夸赞秀月的眼睛很漂亮。秀月有点不明所以，她总是看向 K， 医生也看出了她的异常，说这次的治疗暂且结束，希望下次秀月可以讲讲她小时候的事。秀月想起了一些幼时的记忆，记起了她原本叫在西，一直被父亲家暴，在父亲去世后被领养，但对于父亲去世前的6个月却没有丝毫记忆。秀月正头痛欲裂时，可以朝他走来，